每天早上起来觉得身体僵硬吗？若忽略这几个伸展，关节会老得比你想象更快。我是一位执业30多年的复健科医师，这些年来我看过太多病人，明明才40几岁，身体却像60岁一样僵硬。他们早上起床时腰酸背痛，弯腰绑鞋带都困难，爬楼梯膝盖会痛，晚上翻身也不舒服。这不是正常的老化。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过了40岁之后，柔软度会以惊人的速度下降，平衡感变差，姿势开始歪斜，连带影响到内脏功能和睡眠品质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你不主动训练这些关节和肌肉，它们会像生锈的机器一样，越来越难用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科学证实，只要5个动作就能让身体倒转时钟。这不是夸张的说法，而是经过无数临床研究证实的事实。这5个伸展动作，每天只需要5到10分钟，就能改善你的脊椎健康、关节灵活度，甚至睡眠品质。如果你不做这些伸展，后果会是什么？下背痛会变成慢性问题，跌倒风险会大幅提高，睡眠会越来越差，身体会加速老化。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在诊间每天看到的真实案例。请一定看到最后，不然你可能错过改变身体的关键。别担心，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教你这5个动作，每一个都很简单，在家就能做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健康资讯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追踪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。脊椎是身体的支柱，健康的脊椎等于年轻的姿势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脊椎不只是支撑身体的骨头，它里面还包覆着我们的脊髓神经，连接着大脑和全身每一个器官。当脊椎僵硬的时候，不只是姿势会变差，连带神经传导、血液循环，甚至呼吸都会受到影响。猫牛式是我最常推荐给病人的第一个动作，因为它温和、安全，而且效果立竿见影。这个动作能改善你的姿势，让长期弯腰驼背的脊椎重新找回正确的曲线。它能促进脊椎周围的血液循环，让僵硬的肌肉得到养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减轻压力，帮助你的呼吸变得更深、更顺畅。很多病人做完之后告诉我，他们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，连带心情也变好了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采取4足跪姿，双手撑在肩膀正下方，手掌平贴地面，手指朝前，双膝跪在髋关节正下方，膝盖与髋部同宽，确保你的背部是平的，头部自然延伸，眼睛看向地面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吸气。吸气的时候，让腹部慢慢往下沉，胸口向前推，头慢慢抬起来。眼睛看向前上方，这是牛式。感受你的脊椎从尾椎一节一节往上延展，像一条波浪。然后慢慢呼气。呼气的时候，把背部往上拱起，像一只猫在伸懒腰，下巴收向胸口，眼睛看向肚脐，感受你的背部肌肉被拉长，每一节脊椎都在动。就这样跟着呼吸，让每一节脊椎重新活起来。做8到12次，每一次都要配合呼吸，慢慢做，不要急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做1组就好。如果你想要加强效果，可以做3组。进阶的做法是在每个姿势停留3到5秒，让伸展更深入。研究指出，这个动作能延缓脊椎老化，还能帮助睡眠。每天早上做1次，晚上睡前再做1次，你会发现身体变得越来越灵活。髋关节的柔软度决定你行动的年龄。我在诊间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：病人走路的时候步伐很小，站起来的时候要扶着桌子，
蹲下去就站不起来。他们以为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其实不是，这是髋关节太紧的问题。髋关节是人体最大的关节之一，它连接着上半身和下半身，承受着我们全身的重量。当髋关节紧绷的时候，压力会转移到腰部和膝盖，造成腰痛和膝盖痛，姿势也会变差，走路会越来越困难。蝴蝶式是开髋最好的动作之一，它能增加髋关节的活动范围，放松髋部周围紧绷的肌肉，改善下背痛，还能促进骨盆区域的血液循环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我有一位病人姓陈，45岁，在台北做工程师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主诉是下背痛，尤其是坐久了之后更痛。我检查发现他的髋关节非常紧，连基本的开髋动作都做不到。我教他每天做蝴蝶式，1周之后他回来复诊，告诉我下背不再卡卡的了，坐久了也不会那么痛。1个月之后，他的姿势明显改善，走路也比较轻松了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可以在瑜伽垫上或是床上，把双脚的脚掌相对，让膝盖自然往两侧打开，像一只蝴蝶的翅膀。脚后跟尽量靠近你的身体，但不要勉强。保持背部挺直，不要驼背。如果你觉得背很难挺直，可以坐在一个小垫子或折叠的毛巾上，把骨盆垫高一点。然后身体慢慢往前倾，但记得要保持背部挺直，不是弯腰驼背往前，而是从髋关节开始折叠，让胸口往前靠近脚，你会感觉到髋部内侧有拉伸的感觉。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，深呼吸，让身体慢慢放松，重复2到3次。如果你想要更完整的28天强化计划，可以参考影片描述栏的连结。放松下半身就能释放全身压力，压力让背更硬，让消化更慢。这是我在临床上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。很多病人的背痛其实跟压力有直接关系。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，身体会不自觉地紧绷，尤其是背部和肩膀。长期下来，肌肉会越来越紧，脊椎的活动度会越来越差。更少人知道的是，脊椎的健康还会影响到消化系统，因为我们的内脏神经都是从脊椎发出的。当脊椎僵硬的时候，内脏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。很多便秘、消化不良的问题，其实是脊椎问题造成的。仰躺扭转式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动作，但效果很全面。它能放松整条脊椎，改善姿势，帮助睡眠，还能促进消化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平躺在地上或床上，双手往两侧张，开成 T 字形，掌心朝上。这个姿势能帮助你的肩膀保持在地面上，确保扭转是来自脊椎而不是肩膀。然后弯起右脚，膝盖朝向胸口，用左手轻轻把右膝往左侧带，让膝盖慢慢往地面靠近。你的右肩膀要尽量保持贴在地上，头可以转向右边，也可以保持中间，看你觉得哪个比较舒服。你会感觉到脊椎有一种温和的扭转，下背和髋部有拉伸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。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，深呼吸。每一次呼气的时候，试着让身体更放松一点，然后慢慢回到中间，换边坐。如果你觉得膝盖很难碰到地面，或是扭转的时候肩膀会离开地面，可以在膝盖下面放一个枕头或折叠的毛巾，这样会比较舒服，也更容易放松。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扭转的动作能按摩内脏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，帮助身体进入休息和修复的状态。每次呼吸都在释放一整天的压力。研究显示，这个动作能减少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，帮助你睡得更好。你知道吗？
脚踝僵硬是跌倒的头号原因。这是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重要问题。我们总是注意上半身的问题，背痛、肩膀痛、脖子痛，但很少人会去注意自己的脚踝和小腿。事实上，脚踝的灵活度对我们的平衡和行动能力影响非常大。当脚踝不灵活的时候，走路的时候步态会改变，平衡感会变差，跌倒的风险会大幅提高。而且，当脚踝无法正常活动的时候，压力会转移到膝盖和腰部，造成这些部位的疼痛和受伤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长辈因为跌倒而骨折的案例，很多人以为跌倒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平衡感变差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脚踝太僵硬，无法在失去平衡的时候快速反应。小腿和脚踝的伸展是预防跌倒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。这个动作能增加脚踝的活动范围，伸展小腿肌肉，改善平衡感，还能预防足底筋膜炎和阿基里斯腱的问题。对于喜欢运动的人来说，这个伸展还能提升运动表现，预防抽筋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面对墙壁站立，双手扶在墙上，大概在肩膀的高度。站稳之后，把右脚往后跨一大步，后脚的脚跟要完全贴在地上，这是关键。膝盖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，前脚可以稍微弯曲，重心放在前脚，然后身体慢慢往前倾，你会感觉到后脚的小腿和脚踝有明显的拉伸感。如果感觉不明显，可以把后脚再往后移一点，或是身体再往前倾一点。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，深呼吸，感受小腿肌肉慢慢被拉长，然后放松，换另一只脚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好。许多阿姨叔叔跌倒，不是因为年纪大，而是因为脚踝太硬，无法及时调整平衡。科学研究指出，定期伸展小腿可以提升运动表现，预防抽筋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大幅降低跌倒的风险。每天在墙边花1分钟，就能守住你的平衡力。如果你家里有长辈，请一定要教他们做这个动作，这可能是你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。结束一天的疲惫，让身体重置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动作，因为它不只是身体的伸展，更是心灵的休息。在我执业这么多年里，我发现很多病人的身体问题，其实根源是压力和紧张。他们的身体一直处于战斗或逃跑的状态，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。婴儿式是一个完全放松的姿势，它能缓解肩膀、背部、髋部的压力，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让你的神经系统进入休息和修复的状态。很多病人问我为什么这个动作叫婴儿式，因为婴儿在子宫里就是这个姿势，蜷缩着、放松着、安全足，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放松姿势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跪坐在地上或瑜伽垫上，双膝可以并拢，也可以稍微分开，看你觉得哪个比较舒服。然后慢慢把双手往前伸，身体往前趴下，让胸口尽量靠近地面，额头轻轻碰触地面，手臂完全伸直，放在前方或是放在身体两侧也可以。闭上眼睛，开始深呼吸，用鼻子慢慢吸气，感受腹部和背部的扩张，然后用嘴巴慢慢呼气，让所有的紧张随着呼吸离开身体。保持这个姿势30秒到1分钟，或是更久，看你有多少时间。不要急着起来，让身体慢慢沉淀，让心灵慢慢安静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姿势不太舒服，可以在胸前放一个枕头或抱枕，让身体有个支撑。如果膝盖不舒服，也可以在膝盖下面放一条毛巾。如果臀部无法做到脚跟，可以在臀部和脚跟之间放一个枕头。这个动作的关键不是伸展有多深，而是让你的神经系统学会放松。
当神经系统放松的时候，身体的修复能力会大幅提升，睡眠品质会改善，情绪也会变得更稳定。研究显示，每天晚上做1分钟婴儿式，就能改善睡眠品质和情绪状态。这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现在你已经知道这5个最抗老的伸展动作，但知识不会改变身体，行动才会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病人，他们知道很多健康知识，看了很多影片，读了很多文章，但就是没有开始行动，结果身体继续恶化，问题继续累积，等到真的出问题的时候，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点开始。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。从明天早上起床开始，花5分钟做第1组动作，不要想着一次做完，全部从1个动作开始就好。做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身体的感觉不一样了，然后慢慢加入第2个、第3个动作。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现在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要从哪一个动作开始，今天晚上睡觉前就决定好，写下来，做出承诺，这会大大提高你行动的几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爸妈、你的朋友、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，让他们也能保持年轻的身体，远离疼痛和僵硬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健康资讯。下一集我会教你如何用简单的饮食调整来加速身体的修复。我们下次见。记住，健康不是1天2天的事，而是每一天的小小坚持。从今天开始，让身体倒转时钟。